登陸地星成功。登陸地星第5日，人類高度依賴通訊儀器。登陸地星第25日，融入地星人圈子，失敗。咦，好似冇呼吸喎。應該係正常嘅。應該。喂，睇佢隻手啊！佢揸拳頭嘅。佢玩唔到波子。喂，你好啊，外星人！我哋今個禮拜咧有一個聚會啊，你要唔嚟參加啊？嗱，咁樣啊，你俾你部電話我啊，嚟啦！咦，原來你仲未 download Turbo 呢個 app 㗎？嗱，已經幫你預約好咗㗎啦，個活動咧就喺後日，幾日嚟啊？登陸地星第26日，終於交到4個地星人朋友。你係氣體組成，徑徑係69,911公里。我會唔會係木星？原來喺地星交朋友就係咁容易。